歡迎收睇《靈養社工1分鐘》，我係余峰。今集嘅題目係當孤單被聽見哀傷，就減少了重量。我哋希望係倡議學校能夠舉辦一啲哀傷療癒嘅小組，俾校內嘅一啲小朋友，讓佢哋喺失去摯愛嘅旅程入邊，小朋友唔使一個獨自向前行。透過療癒小組，我哋為喪親嘅學童創造安全嘅空間，去減輕孩子哀傷嘅重量。面對哀傷嘅小朋友，可能會覺得自己被外界所隔絕，因為佢哋唔知道點樣去表達複雜嘅情緒，同學亦都難以完全了解佢哋嘅處境，佢哋可能會築起心牆去保護自己。而哀傷療癒小組嘅力量就係可以讓一班同樣經歷喪親嘅小朋友彼此去滋養啦，一齊去療癒同埋成長，讓佢哋有一個安全嘅空間，自由去分享佢哋嘅情感同埋經驗，同埋一班我哋叫做同路人嘅連結，就係大家都係同樣經歷過失去最愛嗰位。佢哋能夠彼此係容易去理解對方嘅處境啦。我哋所講嘅就係佢哋容易會有一個共鳴啊，同埋覺得被理解啊，被明白啊。咁曾經都有小朋友分享就話，原來我唔係唯一嘅一個。咁喺小組入邊就有住一個叫做經驗分享嘅療癒力，就好似頭先所講嘅，就係小朋友喺分享嘅過程中會得到共鳴啦。而我哋成日話小組其中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算其中有一位小朋友佢唔分享，其實都會有所學習同埋得着。就係當佢聆聽其他組員嘅分享嘅時候，可能亦都在佢嚟講覺得有同路人啦，或者有新嘅睇法。同時間亦都係俾佢哋有一個機會係去建立深厚嘅友誼。咁小組嘅運作方式就係，如果我哋係行 person center 嘅話，我哋會俾小朋友自己去決定呢個小組係隔幾耐先至舉行一次，可能係每個月或者每季舉辦一次都得。最緊要係讓佢哋去討論，讓佢哋有個自決嘅權力咁樣。另外就係建立一個安全嘅空間啦，其中建立信任係非常之重要嘅。唔好意思，個氣速都唔係話康復得很好，咁就係要確保私隱啦。一開始我哋要訂立一啲溫馨嘅組規啦，讓佢哋覺得呢個小組係安全嘅，係可以好好表達啊咁樣。咁另外咧就係非常之建議，需要由經歷過相關培訓嘅社工或者輔導員去帶領嚟，係哀傷輔導啊。咁喺活動設計建議方面，我自己比較擅長嘅就係expressive art 啦，就係可以透過唔同嘅藝術嘅媒介，向佢哋好安全咁樣表達內在嘅情感啊、哀傷啊。嚟過去，我哋做過一個祝福嘅盒子，讓小朋友可以透過呢個活動咧，係送俾誒離世嘅親人啊咁樣。咁另外紀念嘅活動，例如一啲點小蠟燭啊，或者種植一個紀念嘅植物咧，都係一個好好嘅 ritual 或一個好好嘅儀式，讓一班喪親嘅小朋友咧係去經歷啊，係去表達。
咁有班社工同埋輔導員嘅角色就係以一個溫暖嘅態度啦，去陪伴呢一班嘅小朋友，聆聽佢哋每一個人背後嘅故事啦，同埋情感。然後其中一個好重要就係一路強調建立一個信任、安全嘅環境，引導小朋友去表達自己嗰個感受啊，咁。咁咧，最後就係 call for action 啦，就希望學校能夠辨識到學校入邊一啲喪親嘅小朋友啦，予以主動嘅關懷。另外就希望教師啦或者社工啦能夠去參與一啲哀傷輔導嘅相關培訓啦，然後可以喺校內成立到一啲嘅哀傷療愈小組。咁記得曾經有老師分享過，能夠見到小朋友喺哀傷中學習同埋祝福，就係佢哋最大嘅動力。多謝大家收睇靈養社工一分鐘呢個 YouTube channel。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資訊，邀請你免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期待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拜拜。